那即摆呢，有不少家长爱踮厝上班，佮爱无闲顾囡仔，一经大家双头提。台北市政府是按算对即个月10号开始试办日时有年母踮厝替家长顾囡仔的这项服务。年母爱家己，也佮有囡仔的健康状况，拢汇报予市政府了解。 幼儿园停课，年母由囡仔等等停休到大，已经过偌月，真侪家长为着顾囡仔甲工课两边走总，嘛因为有家长向台北市政府来反映，希望开放由囡仔的服务。市府嘛允准对10号开始有条件放零日时的由囡仔的服务。双方都是没有长辈可以处理，所以我们就变成说，真的是2个人硬着头皮轮。那现在这个方法就是说。 如果他配套做好，然后可以，比如说，可能是不是就不要外食，然后就是可以保姆是自己在家里，以自己家里处理为主。这位家长表示，进前拢甲翁婿轮流请假顾囡仔，心理上的压力真大，厝内阁无人通倒3工。经过评估，才联络熟悉的年母准备送去遐。台北市妇女福利甲儿童托育科嘛表示，原则上一个年母照法规通顾4个囡仔，但是因为疫情，有建议这阵仔上济顾2个，会看个案的情形开放申请，嘛会甲合法的年母要求。 遵守市府的防疫规范。保姆呢，她每天要帮小朋友量2次体温，还有包含他自己的。那每天都要把体温再回报给我们各区的居家托育服务中心。那居家托育服务中心也会再严格把关这个部分。市府表示，开放了后会逐工监测家长囡仔年母的健康状况，会先办一段时间看卖。不过，惊群聚的情形，托育机构也是暂停到7月初2。另外，第一线经销等等的防疫人员。 若有囡仔是2岁以下，送去年母遐规日照顾的，会补助8000块，会当对6月开始领到7月份。记者林雅文调随台北报道。